当忙着有的场呢，特别的空的人自己带， Good, thank you. 现在对，他说到逻辑性的对对，这样子告诉我这个把我的政治的权责移交给我们民选的这个政治领导人之后呢，已经过了1年。这刚刚1年的这个时间呢，我见到你们非常高兴。按照他过来推，当然的，特别是推荐的，我说他说，但是什么样，俺们这些的推荐。特别是当今这个时代，特别是对我们藏人来讲的话，可以说是一个比较藏人心里面比较有恐惧的一个时代。加上兄弟，这公安2个城市除了下些的推荐。中国这个官方啊，中共的这些公安、武警的这些官员跟工作人员非常忙碌的时刻，现在是。这个是就是的，假如的，我那传那个，这董事年纪，这单白加不掉是这样推回来，明显告诉都是切实的。在这么一个非常严峻的这个时间点呢，你们从不同的国家来到达尔姆萨拉，表示对我们的同情和对我们的支持，所以呢，我特别表示向你们表达我的谢意。我也讲说别，历史等没的，我这是我这如果不是学你的说。我首先声明，我今天不是给你们演讲，但是我想把我的一些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我的历史跟你们讲一讲，分享一下。但代表了，哈伦的，开始的我是在这强烈，当然他的魄力啊，他妈的，我就坦白了了，推动下午，那我就没事了，推动下午呢，说这个价位你不的，对，我呢这个瞧不起的，听不起说下来上面，对对呢，应该没这些。我们可以从过去啊，就是说1951年，签订17条协议开始，当时的我的想法就是说，韩藏2个民族也好，西藏跟中国也好，能够一个和睦相处的，延续下去的话，这是我的当初的最大的一个愿望。那毛不平说王姐说了，可是在蒙古这个，但这俺们讲到的全这个马来西亚。当然说，这样没有的是，现在绕出下去。当时在藏族里面可以说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彭措王杰。像他一样的很多这个藏族的共产党员，他们也当时抱着很大的希望。他们说，现在的中国不一样，和过去的中国是不一样的，特别是现在的中国是强调民族的平等。我就没说了呀，他说那在电脑里嘛去，这个毛泽东的，我这蒙这个土的，俺这20年时代的。后来就是1954年的时候，我抱着一种非常真诚的心到了北京，当时见到了毛泽东跟其他很多领导人。当时呢，我对他们的这些做法以及他们的看法是抱着一种信赖的一个态度。我就我不晓得干嘛去没，我就眼到的也老用不的，的康藏公路讲的呀，俺也用不到，张国华嘛用不你，俺们广东那土司，张国华那里，司令张国华的呀，但人家那个地方有啥呢？那是那桃花岛那么多有事，西南有事。但那个地方，他们老有的在呢，俺上那个以前张国前些讲老有事的，以前的热抗击用的有事的。1954年的时候，我到了这个北京，然后回来是1955年。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是经过这个康藏公路，也就是川藏公路回来的。回来的时候，我刚好在西藏的山南地区，在林芝地区呢，见到了当时这个西藏军区的司令员张国华。张国华见面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讲，去年我从这条路离开的时候，虽然我是真诚的，但是我抱着很多这个怀疑的心态，也有一点恐惧。但是今天我回来的时候呢，
我是抱满信心，而且抱着很大的希望回来。俺们给北京的毛泽东，那台湾蒙古的头的，前年呢，毛泽东给台湾那里啊，你找起手先，老顿那样的，俺呢，现在当我们就我顿，是吧？俺那就到都去不的，俺毛泽东就台湾，一个派是送洋的，送满的你不一个人听不。然后呢，就是我在北京的时候呢，也见到了毛泽东，见了多次。然后他也提出来说，未来你有任何情况或者是任何困难的时候呢，可以直接写信给我。所以呢，毛泽东有这个知识。所以呢，在1957年的时候，西藏的状况发生了很多变化。我呢，当时给毛泽东直接写了大概2封还是3封信，但是呢，杳无音讯，没有任何的回应。我是我跟当时的超级那是中年招生就是讲就是我都抗阳白是小人，努力个那没么过来的就当然讲得马对是，俺把挺假的是，那就啥些。在1959年3月10号出现西藏这个抗暴的当天，一直到10号到16号之间呢，我做了很多的努力，包括当时那些藏人包围罗布林卡但是我用各种方法劝导他们离开罗布林卡，不要造出任何麻烦。贪官山的一开始提，当时的对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对贪官山也写了几封信。政委那个贪官山给他也写了几封信。那就都清楚。不是人家没都，也没忙着就是这个。但是没有任何作用，就是情况越来越糟糕，藏人也不听我的劝导，那中国的军队也继续在增加。就对广大表演。所以在3月17号晚上，我就离开了罗布林卡。因为努力的表演的时候呢，老汉来说呢，该是下去没有岸上穿去。当时，俺就对广大他们的，交给照顾你小概呢，没叫对不对？当时虽然离开了罗布林卡，就是逃离罗布林卡，但是还是抱着一种希望，就是心情是很沉重的。我觉得到了3年以后，是不是再一次做一些协调？但是到了17、18、19、20号的时候，中共开始这个炮击罗布林卡。这人咱家里啊，3角形的人，3角形的人，他老开始这种是3角就记得这个桌上说呀，对那种的带。所以呢，这个就是当初的离开罗布林卡的一个经历，然后流亡到印度。流亡印度的头几年呢，我们为了安置下来，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对，多少是个研究的。那个时候我们新的这个领导人还没有出生。对，出去关键的，出去是第2个点，然后是你讲了1968老出年出生。但我就70岁估计掐掉的，70岁团呢，年大了，但年不接的。所以可以说是我们的新一代，就是他68年出生以后，然后经过教育，现在变成我们的政治领导人。从政治上来讲的话，他是我的老板。学校团队我是干的，我咋其他去的？但是宗教上我是他的这个上司，我比他要。俺嘛对，可能他们就下边都是老人，但像培育倒是，培育肯定因为90几个人是了培育。所以当时他这个担任这个首席部长的时候呢，就是宣誓的时候，我就开玩笑跟他讲，我要以后看你的藏文程度怎么样，我要考试。但等你的这是他们下样子下，这个样子下。他的藏文呢，去年跟今年比的话，今年这个进步很大。今天的这个藏文演讲很好。今年敦州屯溪落地没有，就是屯溪落地，看过这张地。但我从那边嘛到杨浪兄弟给下去，又不认识。给县的他就叫我嘛到，给县刚开始谁就嘛到，他是他也要嘛认识。这类就是呢，让在给县呢，独立给县呢，也要嘛认识。但我说，你们的，我们那时代的，我都看过这张电影，就是屯溪落地。
所以后来就是在1974年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是在这个房间里面，我跟这个西藏当时流亡的这些负责人一起聚在这个房间里面，我们开始讨论未来西藏要怎么办。当时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说，未来跟中共的这个谈判，以及跟他们的交流以及这个接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在接触跟谈判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诉求独立的话，这个不可能被他们接受。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说，藏汉双赢的一个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中间道路的政策。可以说，中间道路是在这个房间里面，我们经过讨论酝酿出来的。考不上这个就会让这样讲不了这几个样。那我对这个吴宏达先生非常了解，他是支持我们西藏独立的。第二个路就写不成了，吃的、日用的、给的，这个他哪有他这个？如果从西藏历史上来讲的话，从西藏的文化、语言、宗教等方面来讲的话，如果西藏有没有争取西藏独立的这个权利呢？我觉得那当然是有的。第一呢，退了就是我了。我说跑吧，我们也给前面的交不起了。这样这类的啥呢？跑不成了，我们也给对个了。这类的我们也给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定了单位，单位呢，我们也给对了，就开玩笑的。但我就开始不了说的，说是给日兄吃第一的。送两个说是民用空的，要求出了，但是你偏得上传输。但是呢，我个人认为这个时代也在变。那对西藏来讲的话，本来西藏的这个国情，它是一个物质非常贫乏的一个贫瘠的一个这个国度。那西藏需要发展，这是很重要的。那如果需要物质的发展的话，我个人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之内进行发展的话，对我们是有利的。当然，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要保持我们的语言、文化跟宗教的这个保持跟发展，这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台湾嘛，对，讲是台是吧？台湾人是吧？台湾讲台湾，那半脚不错，也讲到休息单着就不错。所以像你们台湾，在经济上，现在越来越要依赖中国。小三个，第一个的就是吞西了的，讲那刚才都是搞的。所以74年我们刚好在这个房间里面讨论的时候呢，刚好在山那边，就是在中国大陆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但是呢，就是通过了，就是通过了我的，还是团结路就是一个。北京呢，交通处理啊，这个找起来这个，那么就是通过都是交通没上的去。然后是78年的年底的时候呢，当时我的这个哥哥加鲁东主，他得到了一个消息，就是说北京好像有意愿跟我们接触，有这么一个消息。加鲁东主签啊，绝对没刚不是这样的，这个是这个，加鲁东主签啊，他把它说，就是这个，可能说北京呢，就是这个，那么就是都还找人啥，他硬是就找了钱。当时加鲁东主来到印度，我当时在印度的一个叫甘布尔的一个地区，那加鲁东主呢特地来见我，他就是传达这个讯息，就是说北京有这个意愿要跟我们接触，要怎么办？那当时我马上决定一定要接触，你要去。当时在上面上帮就差的。当时我们已经做好了这个心理的准备。丁小平投的，丁小平给让人搞的想要嘛，想看的人给想用这个来想。当时呢，加鲁东主到北京见到了邓小平，邓小平提出来就是说，除了西藏独立以外，什么都可以谈。但第些想呢，你讲那的话，大伙这样的，真是让他们干什么的？这样的，你都住的，他们你都住记得他们。你都住，记得他们我做，但这的都是钱的，不记得是这用起不来，这刚那样，加速钱，但他们的你懂，你呢说这个，听我鼓，马上听我鼓，是吧？兄弟鼓这个。顺道给写的，那中间该个什么事？